I work from the moment I wake up to the moment I go to bed. I work 7 days a week. When I'm not working, I'm thinking about working. I sit through movies. 老細，你使咁多錢買廣告，有冇諗過其實超過80%嘅客睇完係唔會即刻買嘢㗎？唔係你嘅產品唔好，係決定需要時間。你啲廣告費就係咁樣每日跌咗落個大海度，係咪覺得好唔抵？明明個客有興趣撳咗入嚟睇，但因為今日忙要格價，要問家人，轉個頭就唔記得咗你，你跟得唔夠貼，轉個頭就去咗你隔離個鋪度，結果你就不斷使錢揾新客，但舊嘅潛在客戶就不斷流走，個氹永遠都停唔滿。最好嘅做法係 set 好一個自動化跟進系統，有耐性咁 keep 住同你個客講嘢，唔好一嚟就 hard sell。個客問完嘢先自動 send 份有用嘅攻略俾佢，例如點樣揀、點樣保養，建立一個信任。有節奏咁發信息，隔3日、1個星期、1個月，自動 send 啲有用嘅內容，例如成功案例、心得等等，等佢慢慢記得你、信你。個系統會幫你睇住，如果個客對某些信息有反應，例如撳咗條 link，就會即刻通知你嘅 sales， 全自動搞掂。而似個專業嘅唔會囉嗦嘅顧問，慢慢陪個客到落單為止。假設你每個月用5萬蚊用廣告費嗰度攞到100個潛在客戶，成交有20個，即是有80個冇咗下文。如果用自動化跟進，成功執返20%，即是16個。結果你每個月執多咗16張單，而成本只係系統嘅月費。計條數俾你睇，你唔使加廣告 budget， 純粹係將本來走咗嘅客撈返嚟，多出嘅生意幾乎全部係純利。系統嘅費可能當一張單已經 cover 咗，你投資嘅係一個幫你喺廣告漏斗下面接返嚟嘅安全網。我係 Mark， 如果你想 set up 呢個流程，第一可以喺下面留言 yes， 我免費 send 一個自動流程 sample 俾你，你攞住呢個拎返去同條 team 傾下。或者你想傾深入啲，下邊有個掣，book個時間傾2句，我親自同你 share 啲你行業嘅成功例子。